弟兄姊妹平安，今天是2023年4月18号。今天的经文是诗篇114篇，约拿书第1章第1节到17节，哥林多前书第15章19节到28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基督徒的盼望。每个人都有盼望，从小时候老师就会教导我们要去思考将来要做什么，但是那种期盼其实就是一种纯粹生活上的、成就上的、现实面的，有时候甚至是那种不切实际的。原因是在那种过去的政治环境啊、教育的背景啊，那事实上我们也发现很多老师自己也陷落在那一种当时候的氛围里面。以前最常看到的一些所谓的盼望的作文题目，大概就是停留在什么做大事啦、成大业啦、当大官啦，类似这样子的哈。那基督徒呢？我们的盼望有什么不一样吗？是否我们也仍然用自己的想要成为信仰上的盼望呢？我们盼望就是停留在那种病得医治啦、得偿神机呀、事业有成啦，就常常也听到很多人的做见证啊，信了基督之后，上帝如何赐恩让他们能够在积欠了许多的债务当中把他们消除掉，又赐下了多少现金给他们等等的这些。那么如果基督徒的盼望只有停留这样子的时候，那么我们就离基督的信仰就远远的了，离上帝也越来越远了。耶稣基督曾经对那一些只追求神迹的人们说，除了约拿之外就不再有神迹了。但是我们如果看约拿书，这一位被耶稣基督称为神迹的故事主角约拿，在他的服事当中却是一个标准追求自己的价值观的人。他自己以自己的民族文化来作为标准，判定尼尼微城的人他们不够格可以得到上帝的救恩。他选择违背上帝的旨意，逃离上帝的呼召，并且认为上帝是有限制的，因为他以为选择搭船往西边的地中海，然后上帝就找不到他了。圣经说，有一天，上主向亚米太的儿子约拿说，你往尼尼微那大城去，公开斥责那里的人，因为我注意到他们是那么的邪恶。但是约拿却往相反的方向走，却想逃避上主。他到了约帕港，找到一艘要开往他市去的船，他付了船费，上了船，要跟船员们一起到他市去。他想逃到那里就可以躲得离上帝远远的了。约拿所代表的就是那种以个人盼望来替代上帝旨意的人物，但是上帝的旨意是无法被取代的。当约拿所搭乘的那一艘船遇到大风浪的时候，约拿终于这样的告白说，约拿回答，我是希伯来人，我敬畏上帝，他是天上的上帝，是海洋和陆地的创造主。约拿又告诉他们，他在逃避这一位上帝，
船员听了他这一番话，吓了一跳，就对他说：“你做这个事还得了吗？”以约拿的盼望，是上帝按照他的标准来做吗？还是他也盼望透过这个往西的船，能够逃离上帝的掌控？但事实上也不是如此。基督徒的盼望应该是在上帝的旨意，而不是随己意而行。也因为如此，所以约拿的逃跑路程就遇到了阻碍。圣经这样记载说：“可是上主使海上刮起了大风，狂风巨浪袭击那条船，船几乎被击破。因为风浪越来越大，他们就问他说：‘我们该怎么样处置你，才能使风浪平静呢？’约拿回答：‘把我抬起来，抛进海里，风浪就会平静。因为我知道我的罪过使你们遇到这样一场的风暴。’我们看到的这一群非犹太人的船员们，却是比约拿还有爱心。他们更愿意顾全他人，就是约拿的性命。他们为了他拼命的划桨，圣经这样记载，船员反而拼命的摇桨，要把船划到海岸去。可是风暴越来越猛，他们无法前进。于是他们呼求上主说：‘上主啊，求你不要因这人的命而以死惩罚我们。上主啊，这一切都是照你自己的意思做的。’后来约拿就被丢到海里面去了，也被大鱼给吞没，并且在这个鱼的肚子里面3天3夜的时间。这就是耶稣基督所说的约拿的神迹，预表了耶稣基督死后3天复活的救恩。这也成了基督徒的真正的盼望。保罗告诉哥林多教会的基督徒说：如果我们信基督的人只在今生有希望，我们就比世界上任何人更可怜了。然而事实上，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这是要保证已经死了的人也要复活。因为死亡是从一人而来的，死人的复活也是从一人而来。正如众人的死亡是因为他们跟亚当连结，同样众人的复活是因为他们跟基督连结。经文里更清楚地表达了基督徒的盼望不是短暂的，不是眼前的，反而是将来的，是永恒的。正如保罗这样说道：不过每一个人按照适当的次序来复活，最先是基督，其次是他再来的时候属于他的人，然后末期才到。那个时候，基督要消灭一切灵界的执政者、掌权者和有能者，把王权交还给父上帝，因为基督必须统治，直到上帝打败一切的仇敌，使他们都屈服在他的脚下。他所要毁灭的最后仇敌就是死亡。因为圣经上说，上帝使万物都屈服在他的脚下。很明显的，这里所说的万物并不包括上帝本身，因为他就是要那使万物屈服在基督脚下的
到了万物都屈服于基督时，儿子本身也要屈服在那使万物都顺服他的上帝，好让上帝在万物之上统御一切。我们的盼望是在耶稣基督的身上，期盼他可以毁灭我们的仇敌，让所有的仇敌的能力都屈服在他的脚下，好让我们可以领受耶稣基督复活的救恩，这才是基督徒永生的盼望。诗篇114篇，以色列人离开埃及，雅各的子孙离开异族的土地，犹大成为上帝的圣民，以色列人成为他自己的国。红海一看见就奔逃，约旦河也倒流，群山像公羊跳跃，丘陵也像羔羊蹦跳。红海啊，你为什么奔逃？约旦河啊，你为什么倒流？群山为什么像公羊跳跃？丘陵为什么像羔羊蹦跳？大地啊，你要在主来的时候发抖，在雅各的上帝面前震动。他使磐石变为池塘，使岩石涌出泉水。感谢上帝赐给我们盼望，是透过耶稣基督所赐下这个复活的永生盼望。恳求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持守在这个永远的约，直到主再来的日子。感谢主，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们。